再来看国民党的高雄市议员黄孝庭诈领助理费这案，伫拉早起服务处一定所在，互检到搜查。黄孝庭嘛传出讲，人已经飞去中国，失去联络。黄孝庭昨下晡已经回国，嘛随后检调带回去讯问。检察官透明证实，向法院声押禁见。26号，李台前往中国，29号下晡2点，国民党高雄市议员黄孝庭为香港坐飞轮机回来，检调人员就伫机场查考相关证据了后，把人带走，半暝甲伊移送高雄地检署。会觉得被冤枉的？好的吗？会觉得被冤枉？小心。头底无爱黄孝庭面对着提问，拢无要讲话，委任律师嘛无要讲任何的细节。现在继续开庭，不好意思。所以现在马上就要开始那个是。经过4点钟的讯问，黄孝庭因为牵涉着贪污罪，有逃亡串证的疑虑，互检方申请着羁押禁见。认为涉犯贪污治罪条例等罪嫌，有逃亡之余及串证灭证等情事，已经于今日0时4时预知申请羁押禁见。回国专案检调26号前往黄孝庭服务处去敲，伊煞伫前1点钟就出国，一度互检方认定失联无排除通缉。最后伫封敲了后3天自行返台到案说明。专案约谈的人有17人，包括着伊的爸母助理，还有服务处副主任。检方声押着副主任洪博回已经提控告，但是黄孝庭改封收押，希望爱开庭来审理，务必爱30才会当知影。记者王柳婷、林昭宽高雄报道。